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1篇，撒母耳记下卷第8章第1到第18节，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胜的信心。得胜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得胜并不是完全靠着自己，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这个得胜的结果。如果我们有在看美国的大联盟棒球比赛的时候，我们或许会了解，就是当特别这个赛事呢进入在季末的时候，最后阶段的时候，这个球队是否能够进入季后赛，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我们称为魔术数字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有胜几场他就可以胜了那这个数字经常会在最后的比赛当中受到影响，除了球队自己的输赢之外，其他的球队的输赢也会影响这个魔术数字的这个变动。当我们全球一直走向全球化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我好就好，因为都有牵连的关系。比如说这次的疫情，某一个国家比较严重了，不会因为说这个跟我没关系都有影响。那如果抱持着这种我好就好的这样的国家的心态呢，这种国家会慢慢的被全球化的这个趋势给淘汰掉。我们看大卫王今天的经文记载他的征战，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得胜跟他自己的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从今天的经文看到他领军再度攻打非利士人后来又打败了摩押人索巴王利和的这个儿子哈大底谢想要进军来恢复自己的领土，也吃了败仗，被大卫的军队呢俘虏的骑兵有1700人，然后步兵有2万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战备物资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也派兵要来援助，当然也吃了败仗。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是不是也想到这个以阿战争的事情呢？比较特别的是在发生于1967年著名的6日战争，又有人称为第3次的以阿战争。就整个表面态势、军事或是政治来看，这个5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军呢，他们共出兵了32万8千人，其他的武器战备更不用说，当然是优于以色列。可是没有想到阿拉伯联军死亡总共有4300人，受伤呢有6100人，但是以色列仅有680人死亡，2600人受伤。那当然所谓的战争的结果是因为以色列他发动的奇袭的战略而且非常快速，在6天之内就把战争打完了战胜了阿拉伯的联军。以色列人跟大卫一样，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征战的胜利不是靠着所谓的表面军力。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战争呢，通常都是以小博大，靠着的是不是那个表面的武力而已啦他们靠着的是依靠上帝的信心，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智慧跟恩典。
圣经记载，然而大卫在他的境内驻军，他们都归顺大卫，向他进贡。上主使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我们从这样的记载可以看到说，大卫的得胜是上帝的原因了哈。那因为他的得胜，所以各国就开始进贡送他礼物。他将所得的金银财宝呢，不是收藏在自己的宝库，而是将这些宝物呢收入来献给上帝啊。这是大卫他所做的。我们从他这样的作为可以看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经文又告诉我们，这些战败的国家，他们就派人来哈，你说派他的儿子约兰去问候大卫王祝贺他的胜利约兰带来金银铜制的这个礼物送给大卫等等这些。11节他说，大卫把这些礼物呢，连同其他国家他掠来的，就是说战胜的时候拿来的这些金银呢，就是他从前征服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还有部分从索巴王哈大底谢那里所掠来的，都献给了什么？献给了上帝，作为敬拜之用。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信心不但是表现在战争或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去倚靠上帝而已，这个信心这是一部分。也更重要的是，就是说在战后得胜之后，在事情过了之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生命态度，从这里看得出来。我们知道有些人在得胜之后，他就会高傲，他就会将事情归功自己。但是大卫王并不这样做，他反将所得到的这些所有的战利品呢，通通归给了上帝，成为敬拜上帝之用。保罗呢，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在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他说，我现在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在上帝的手里和他恩典的信息当中，他能够坚定你们的信心，又把他为自己的子民所预备的福泽赐给你们。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义物，你们自己知道，我用这双手工作来供给我和同工的需要。我在各种事上给你们留下榜样，告诉你们应该这样勤劳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工作不是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功劳，也如同他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经文里面提到的第6节，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我们生长的上帝。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耕种的田地，是建造的房子。所以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得胜，保罗称自己只是尽本分的力量，他是上帝的同工，上帝的这个仆人他为上帝做工，一切都是上帝的荣耀，他算不得什么。那我们最后要再用大卫的诗篇61篇来分享我们看看大卫他如何在他的困境当中来祈求上帝的保守，他真心的求上帝保守他们。当上帝来帮助他得胜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靠着他来得胜。我们也需要学习这样的依靠了哈，这是一个信心哈，特别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尽本分的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更重要也是要做好自我防护啊，要求上帝的保护，这是我们战胜武汉肺炎的一种信心的表现。最后，牧师把诗篇61篇来读给大家听了哈。他说：“上帝啊，求你听我的呼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在远离家门的地方，心里忧闷，向你呼求。求你领我到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是我的保护者，是我抗拒敌人的堡垒。求你容我终身住在你的帐篷里，让我在你的翅膀下得到庇护。上帝啊，你听见了我许的愿，你把敬畏你的人应得的产业赐给我。求你增加君王的寿数，求你使他万寿无疆。上帝啊，愿他在你的面前永远掌权。愿你以你的信实和不变的爱来保护他，这样我要永远歌颂你，我天天要向你许我所许的愿了哈。真的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盼望上帝赐给我们信心，来靠着他得胜。